哦，已经很多人登记了，一个月200块啊，一次要半年6个月1600，一次要交1200块，每个月算200块是公结费、清洁费。哦，不必花100万买土地，就能够种。哦，先种莴苣，先种蔬菜莴苣。若要来运动就真好，啊，搁来就是安那啥。你即摆若来认养的时候，有真侪人来认养，咱交足侪朋友。哦，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，然后学习到更多。对。因为每一个人的领域无共。有平地。伊种猫咪菜，种起来足水。对。咱种来就歹，咱种来。对，这样搞。拄仔你讲的，咱若做忝的时，咱咧还有咖啡啦，还有咖啡啦，那顶有食品中岛嘛有。哦，餐厅有机食物可以吃哦，有素食的也可以哦。我来叫阮的少年的入来，甲你。好啦，感恩啦，真用心。